你好，1月1號星期四，今日係元旦日，新年好啊！祝你2026新嘅一年順風順水。考得中物財經頻道輕鬆掌握財經動態。元旦假期 A 股、港股、美股係休市嘅。星期三迎嚟咗2025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圓滿嘅收官。A 股嘅滬指錄得11連陽，亦都係創下咗今年之內嘅最長嘅連陽嘅紀錄，表明咗市場整體仍然睇多後市。2025年嘅港股恒生指數累計上升咗27.77，創下咗自2017年以嚟嘅最佳嘅年度嘅表現。除咗3月底因為貿易衝突而有所回落，恒生指數響2025年嘅大部分時間都係穩步咁向上，南向資金今年之內淨流入超過1.4萬億元，創下咗歷史新高。機構就認為2026年嘅港股將會向政策紅利同埋外部風險博弈之中開啟第二輪嘅估值收復，內外嘅因素共振，有望進一步咁打開上行嘅空間。美聯儲本月嘅議息記錄就顯示，大部分嘅官員就判斷繼續減息可能係比較合適嘅做法。雖然持續減息利好於港股，不過官員對於減息嘅步伐仍然有存在分歧，較大難度嘅大幅度咁提振港股嘅大市氣氛。預計響地緣政治不穩定嘅局勢以及關稅等因素嘅影響之下，港股2026年將會步入反覆慢牛嘅格局。恒生指數第一個季度大機會就會向25,000點至到27,000點之間呢個區間做上落。摩根士丹利對於2026年12月份嘅恒生指數基本上嘅情景係28,200點，有10% 嘅潛在嘅漲幅。最樂觀嘅預期係機構預計2026年嘅恒生指數目標價位係34,000點，意味住恒生指數仲有32% 嘅上升嘅空間。A 股喺2025年嘅行情落下咗帷幕。回顧全年 A 股重要嘅指數全年嘅走強，其中上海證券指數時隔10年有好幾次嘅突破4,000點，直至去到12月嘅31號嘅收盤，上海證券指數收於3,968點，全年嘅累計漲幅係18.41%。縱觀全年嘅話，科技同埋併購重組成為咗貫穿市場行情嘅兩大熱頻詞。全年嘅表現之中，創業板塊指數最為之亮眼，全年累計漲幅去到 49.57%。2025年嘅市場賺錢效應亦都從局部咁擴散去到全域，年內超過4,000個上市公司嘅股價實現咗上升，佔比係大概8%。超過2,900檔股票係跑贏大盤嘅，佔比超過5%。2024年 A 股只有2%係跑贏大盤。從全球嘅資金流向嚟睇，過去一年全球嘅資本結束咗之前嘅流出嘅趨勢，從2025年年初到現時為止，持續流入A 股同埋港股之中，明顯咁增強咗全球投資者對於中國科技創新嘅信心。資金面嚟睇 A 股市場嘅成交額大幅咁提高，來源嚟自於場外嘅資金積極入場。直至到12月嘅30號，滬深兩市融資餘額係報2.53萬億元，全年嘅融資淨買入額係去到6,801.12億元，超越咗2014年嘅6,674.5億元，位列歷史第一位。星期三，中國國家統計局就公布，中國12月份嘅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係50.1，為4月份以嚟第一次係升到擴張嘅區間，高於前值嘅。12月份嘅製造業新訂單指數係50.8，較上個月上升咗1.6個百分點。12月份嘅製造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係55.5，較上個月上升咗2.4個百分點。中國12月份嘅經濟景氣水準總體係回升嘅。12月份嘅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係50.2。
比上個月上升咗0.7個百分點，重新返回到擴張嘅區間。12月份嘅生產指數係51.7，比上個月上升咗1.7個百分點，表明咗製造業企業嘅生產活動加快咗。星期三所公佈嘅中國12月份嘅最新製造業 PMI 係50.1，高於預期嘅49.8，係亦都高於前值。高盛就話2025年嘅中國股市包括 A 股同埋港股嘅回報率好於前期嘅預測，全年嘅上行嘅行情主要係由估值收復所驅動。高盛預測到2027年嘅年底，中國股市將會繼續咁上升，約38%。推動嘅因素包括2026年、2027年分別係14% 同埋12% 嘅盈利嘅增長，仲有係大概10% 嘅估值嘅收復嘅潛力。瑞銀證券就預計得益於中國名義 GDP 嘅增速回升，反內卷政策持續咁推動等因素，2026年嘅 A 股盈利增速將會較2025年有所提升。星期三 A 股市場震動咁分化，三大指數漲跌不一，收盤嘅時候，上海證券指數收升0.09%，報3968點，滬深兩市成交係2.05萬億元。星期三港股因為元旦假期而下晝休市，三大指數低開集體咁收跌，收盤嘅時候，恒生指數跌咗0.87%，報25,630點。星期三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咁收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0.63%，納斯達克指數跌咗0.76%，標普五百指數跌咗0.74%，中國金融指數跌咗1.13%。截至到12月份27號嘅當週，美國初次申請失業金嘅人數減少咗1.6萬人，報19.9萬人，低於經濟學家所預期嘅22萬人，回落到今年之內嘅最低水準。勞動力市場仍然未見有明顯嘅壓力。之後一個星期先至公佈嘅繼續申請失業金嘅人數減少咗4.7萬人，降到187萬人。美股2025年嘅收官，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全年嘅累計升咗12.97%，納斯達克指數累計上升咗20.36%，標普五百指數全年係累計上升咗16.39%，三大股指都係連續3年係創歷史新高。官方所公佈嘅11月份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係8%，即係話你手頭上嘅1萬蚊每年少咗800蚊購買力點，要再得翻一齊探討下今朝嘅經濟狀況。尋日星期三，上海證券指數升到3點，報3968點；香港恒生指數跌224點，報25,603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303點，報48,063點。美元從人民幣總價報6.9879，從1美元紐約黃金報4326.84美元，一盎司紐約原油報57.39美元一桶，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177。香港厚德作物財經頻道，我哋嘅理財風格測評服務助理，家庭保障投資理財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祝你事業運轉，鴻運當頭。